在嘉義水上的台一線昨暗呢，是有一台公停車在路口咧等紅燈的時陣，向予後壁的轎車甲弄到，結果這轎車的車頭是全安尼落落，駕駛閣吊傷送病院，嘛造成台一線是塞車，交通管制半點外鐘。轎車的車頭配合前日去公停車的車尾，在嘉義縣水上鄉的中山路二段，三十暗時6點的時陣，有一台轎車為後壁來追弄等青紅燈的公停車。落的力真大，毋但規個車頭攏開去，轎車閣有漏油的狀況，互弄到的公停車閣愛鬥協助來處理現場。伊迄內底人沒油，甲迄什麼油、機油，什麼攏會流出來啊。哦，所以恁即擺要安怎？我即擺先來拖到先黑啊，我即擺肯定有刷啊，我先來拄拄的啊。還袂機車，但有點輕軌不倒去啊。哦，互弄的車輛是負責修理路頂的公停車。下班要轉去公司的時陣，佇路口等青紅燈，煞向叫後壁的車來弄到。因為車禍發生的所在佇省道台一線頂面，閣拄好是下班的時間，驚閣會發生意外。警方嘛進行半點外鐘的交通管制。我咧青紅燈，伊攏去後壁甲我錢落。雙方就車子為連，致小客車駕駛受傷，經救護人員送往榮民醫院救治。警方表示，可能是後壁的轎車駕駛無去注意到頭前的路況，才來發生車禍。詳細原因，閣愛調查才知影。嘛，呼籲民眾駛車的時陣，愛甲頭前的車來保持距離，減少追撞事故的發生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